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約翰霍蘭德係美國一位國際知名嘅通靈師、精神導師、作家，同時亦係一位無線電台主持人。佢擁有超過20年嘅通靈經驗，曾經喺英國密集咁學習，去深化自己嘅靈性能力。約翰話佢自細就擁有心靈能力，但係呢份天賦曾經被壓抑，直到佢經歷咗一次嚴重嘅車禍，有過瀕死經驗之後，先至真正接受同擁抱自己作為靈性信使嘅使命。佢嘅第一本書《Born Knowing》就係講述佢點樣面對同接受呢份罕有嘅天賦。約翰嘅公開通靈演示活動好受歡迎，佢用獨特嘅風格去呈現乜嘢係通靈，說明點樣提升自己嘅振動能量，同彼岸建立聯繫同傳遞信息。約翰所寫嘅《生死溝通》係一本好溫暖、好療癒嘅作品。佢將數十年嘅親身經歷同埋20多年接觸過嘅個案如實呈現。書入面每一個真實嘅故事都好溫柔、真誠、親切，而且激勵人心。呢本書最重要嘅信息係：死亡並唔係終結。當肉身不在時，生命確實會繼續存在。我哋每個人從來都唔係真正孤單一人。書入面講到，天堂與地獄係一種心境，或者講係一種意識。死亡係出生嘅一種類型，只不過死亡係你重生回歸靈界嘅門戶。生死溝通呢本書唔單止係講同靈魂溝通，同時亦係幫助同療癒活着嘅人。書入面亦有幾個提問：對於臨終嘅親友，我講嘅說話、所做嘅事係咪已經足夠嘅呢？我唔能夠見佢最後一面，佢會唔會好遺憾咁離開？死後嘅世界係咪真實存在？我感覺佢仲陪伴喺我身邊，呢個係幻覺？如果你心入面都有呢啲疑問，呢本書就係為你而寫。我哋對死亡嘅恐懼好多時係源於未知。張師奶希望透過《生死溝通》呢本書，同大家一齊睇清楚靈魂旅程嘅真相，希望大家都能夠獲得一刻平靜、一絲溫暖，仲有些微嘅力量。